如果你考慮用爭口膠嚟更換襯墊，你嘅方向絕對正確，因為佢比傳統切割爭口更耐用，而且操作更簡單。作為一個成日自己整車嘅人， Permatex 太陽牌令我喺整車時充滿信心，可以確保維修得當。全新 Optimum 二刷系列係市面上性能最頂尖嘅爭口膠產品之一。你冇聽錯， Optimum 二刷系列新配方製作嘅爭口，依家可以輕鬆拆除同快速清理，拆除過程亦好簡單，只需撬鬆爭口，然後成塊剝落嚟就得，就係咁容易，唔使化學劑，唔使不停咁刮，更加唔會整損手指公。Permatex 太陽牌 Optimum 二刷四系列備有黑、灰、紅三種配方，全面滿足你對爭口嘅不同需求。性能方面， Optimum 二刷系列穩坐 Permatex 太陽牌爭口膠產品線嘅頂尖位置。如果你想駕車極速回復狀態， The Ride Staff 系列就係你嘅最佳選擇。專業貼士：用 Permatex 太陽牌塑膠安全刮刀代替金屬刮刀，可以清除殘留物，又唔會整花零件表面同整親手。無論你係專業師傅定係 DIY 愛好者，想了解更多 Permatex 太陽牌爭口膠全系列產品，請瀏覽 permatextraining.com 平台，提供點樣揀同正確使用爭口膠等培訓課程、線上研討會同更多資源，而且完全免費開放俾所有人。下次需要爭口膠時，就要揀呢款易用易拆嘅 Permatex 太陽牌 Optimum 二刷系列啦。過百年嚟， Permatex 太陽牌一直為汽車維修市場研發創新產品，由專業團隊打造，專為專業需求而設。